估下呢個網站賺咗幾多錢？佢賣嘅嘢價錢唔貴，最平$4.99，仲有7.99、8.99咁上下，好似細細個生意賺唔到幾多錢咁。不過你估唔到呢，人哋已經靜靜雞賣咗500萬份，賺咗3000幾萬美金，利潤率高達80%。上一條片係講點靠 AI 賺錢，今次我專門揾咗一個成功例子，話你聽人哋係點用虛擬產品銷售賺錢，我哋就一齊睇下點解佢可以咁犀利。打開瀏覽器，入呢個網址 pixiefair.com， 入到呢個網站嘅首頁，細心睇佢左上方有句英文寫住 Over a million pattern downloaded。呢度話有500萬次下載量，每次下載都係需要付款先做到。呢個網站售賣嘅產品就係俾公仔着嘅衫嘅剪裁圖紙。呢度要留意，佢賣嘅唔係實體圖紙，而係電子版 PDF 格式嘅電子圖紙。咩係剪裁圖紙？就係做衫用嘅設計圖。舉個簡單例子，好似我哋夏天着嘅純棉短袖，雖然睇落就係啲布縫埋一齊，但唔係亂縫㗎，係要有啲剪裁圖紙。呢啲圖紙上面會畫住唔同形狀嘅部位，左上係圓領口，右上係袖仔，左下係背面，右下係正面，跟住照住呢啲圖紙剪布，再縫埋一齊就做到件短袖。Pixie 賣嘅就係呢啲公仔着衫嘅剪裁圖紙。咁點解有人會買呢啲剪裁圖紙？唔係直接買做好嘅衫方便啲咩？方便係方便，但好貴啫。例如 American Girl 呢個牌子嘅娃娃好出名，佢哋嘅公仔衫一套起碼要40幾美金，其他款式都係30幾蚊。買一套仲好啲，但如果小朋友中意日日幫公仔換衫，一個月買幾十套就幾百美金，已經夠一家人出去食一餐大餐。所以好多中意手工嘅朋友就自己買剪裁圖紙，自己整娃娃衫。佢哋會先量清楚娃娃嘅尺寸，例如16寸、18寸，準備好布料、線、縫紉機，再喺 Pixie 網站買一份剪裁圖紙，跟住就可以自己喐手整衫。喺用戶角度嚟講，買電子圖紙唔使擔心物流慢、包裹丟失，落單即刻收到電郵，秒收秒用，整衫冇阻滯。喺商家角度就更正，一份設計電子圖紙可以賣無數次，唔使囤貨，唔使發貨，唔使交關稅，雙手乾乾淨淨收錢。你諗下，賣電子圖紙嘅利潤率高達80%，比賣實體產品賺更多。下面我哋再總結一下，賣虛擬產品有好咩好處啊？冇囤貨，冇發貨煩惱，唔使跟進包裹去到邊，唔怕唔見咗，成本低，利潤高，一次設計無限賣。自動化賺錢，用工具自動收款發貨，24小時唔停工，零關稅，跨境賣虛擬產品大部分國家免稅，全球銷售，買家遍佈世界各地。有啲朋友可能會問，我直接用 WeChat、WhatsApp 聯絡買家咁樣賣俾佢唔得咩？得，但係唔夠自動化，你要24小時盯住手機，遇到難搞客戶仲可能要講價或花費更多時間，好麻煩。如果你想更慳力、更穩定咁賺錢，長遠就要有自己嘅網站，好似 Pixie，佢係用 Shopify 搭建嘅。Shopify 係咩？簡單嚟講，係一個幫你搭電商網站嘅工具，免編程、易上手，唔止賣實體貨，虛擬產品都得。利潤率一般70%至90%，遠高過賣食物嘅20%至40%。至於點樣發電子文件俾客戶，唔使擔心 ，Shopify 有好多插件幫你搞掂，例如 Send Big Digital Downloads Products。收款方面，最好用 PayPal、Stripe、Shopify Payment 等支持虛擬產品嘅工具，唔好用啲要填物流單號嘅，因為虛擬產品根本冇物流。賣 PDF、音頻、視頻、電子書呢啲虛擬產品係咪越諗越好玩呢？想知仲有咩虛擬產品好賣啊？歡迎留言，想知喺影片下面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，記住 like 呢條片，因為咁樣可以幫你更容易揾返呢條片重溫重點。